穿梭走在人群中，路上行人忙匆匆。忽然听到人群闹哄哄，挤到前面一看，有人倒在人群中。问他哪里不舒服，躺在地上没反应。赶快弯下腰来给他摸一摸，颈动脉没有动，大家赶快来帮忙，把他翻成仰卧躺，帮忙快打电话119叫救护车，先给他做心肺复苏 CPR， 遇到心跳停止别紧张，心胸按压最重要，两手相叠用掌根按在胸骨正中间，肩膀垂直要用力，每分至少100次。按压深度5公分，持续按压30下，然后做人工呼吸，一手压额头，一手托下颚，开放气道很重要，捏住鼻子口对口，吹气30次。按压吹2口气，这个比例别忘记。2分钟循环做5次，摸摸喉结旁边，动脉有没动？如果没动，继续做，一直做到救护人员到现场。遇到四边没人时，胸前忽然剧痛冒冷汗，自我心肺复苏很重要，千万别惊慌，先虚捶捶胸，深呼吸，不停地咳嗽，每次咳嗽前都先深深吸口气，然后用力地、深深地、长长地、不停地咳，就像要把胸腔的痰咳出来。要咳1次吸1次，直到认为正常，快就医。自救互治是美德，挽回生命靠大家，人人学会心肺复苏 CPR， 把握关键时刻把命救回来，救回来。